来花莲有远景开车咧巡逻的时阵，带一大条，讲常常为草埔内跳出来一只台湾乌熊。这个乌熊搁安尼戆戆呆呆，甲远景来相对上，然后走离开。原来倒溪乡这边的清水山区本来就是乌熊的栖息地，林务局嘛提醒登山客，最近离这搭的山区活动，要特别注意安全。 警员开车伫倒溪乡清水检查站咧巡逻，刚刚看到道边草埔有一个乌影，快速向前走。详细看，竟然是台湾乌熊。有车子的声音，他就跳出来，跳出来之后看到车灯，他就往前跑啊。可能是听到有车内声音，乌熊好奇，才会探头出来，煞叫车顶甲伊照射，向前走将近100公尺，又搁秘入草埔仔内面。警员担心有啥物意外，赶紧加快车速离开。 这村民讲，南安嘛有，南安不是也有？南安嘛不是小熊也有了，你看看。花莲林管处讲，清水山区本来就是乌熊的栖息地，若是真正看到熊，小心要放慢动作，唔通甲伊刺激。也不要制造太大的声响，那也不要有太大的动作，就慢慢的朝原来的那个就是路径，然后退离。其实黑熊它闻到人的气味，它也会避免跟人相遇啦。 当地议员马上把影片放到社群网站，提醒民众爱注意。其实乌熊对人类嘛真惊，只是有时阵会好奇心，或者是互食物的味吸引去。林管处嘛提醒最近要上山的登山客，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，而且唔通随便留下食物，引起乌熊的好奇。